彰化市火车站周边常有7层黄色伪装成计程车的自用车违规揽客，一般民众及游客常误以为这样的车辆也是合法计程车而搭乘，等到达目的地准备下车时，才发现所搭乘的车辆根本没有跳表收费，而被违法的白牌车司机狮子大开口，除出游的好心情都被打坏外，更有部分存心不良的驾驶，还出现危及乘客人身安全的情况发生。本站与彰化县警察局扩大稽查，自5月底迄今，已查获5件自用车违规揽客收费，并依规开罚新台币10万元，同时吊扣车辆牌照及驾照各4个月。也提醒驾驶人，如今查获使用自用车辆非法载客违规营业的情况，依公路法及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之规定，处驾驶人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，并吊扣车牌及驾照各4个月至1年，最重至吊销驾照及牌照。希望白牌车违规营业的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，也呼吁民众勿搭乘白牌车，保障自身权益及安全。